米其林来到台南呢，其实是对我们餐饮界来讲，也是我们观光产业的一大盛事啊。因为所有的民众他来到台南哦，他可以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亮点的选择。所以就这个过去有在新的业者的一个互动，以及我们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以及我们跟观光局请教的一些可能的一些相关的讯息，我们整理成一个简报，透过我们这个说明，它可以做一些准备。那这是开始并不是结束，我们还会继续陆陆续续办一些活动，甚至也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活动的办理，增加我们的在地的好的业者的一些能见度，让我们的这个米其林的这些评审们可以看到它，那让秘密客来到台南的时候，我们的业者也有信心，也做好准备，不管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准备好了。现在有很多相关业者都是走在那个刚好要传承，就是要交给第二代或第三代要接棒。那他们需要的就是很充足的那个资讯。我们很高兴，那个国际级的美食指标米其林终于来到我们台南府城。台南府城本来就是我们台湾一个美食之都。那我相信米其林能够选中我们台南，第一个是我们市政府的努力。当然，我们业界一定都是很期待。我们希望可以把台南的饮食版图、饮食美学，不仅是吃得好、吃得健康，富过三代懂吃穿，更能够走向国际的平台。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今天是要来让我们台南市的美食如何能够更获得进一步的这个认证其实台南美食之都这不需要我讲大家每家各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每家店门口都是大排长龙、高朋满座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公认的没有争议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还这样讲。那与其我们知道这是美食之都，但是我们台南怎么样子做得更激进？就像是我们考试有一份那个秘籍宝典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米其林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子符合这个规则能够既维持我们的风味特色，又能够维持能够符合米其林的这个部分。所以在管理上、在食材上、在健康上、在种种的烹调方式，甚至在摆盘上，都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各位交流，希望说大家能够让台南的美食更让世界知道，所以恳请很期待明年这个刚刚我们郭局长讲这米其林的红色手册里面有很多家台南的名店。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1月29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立位擔市年度焦點體育場館的平西亞區排球場，以中央的支持，開2500萬興建完成，上午正式啟用。市場家所貴賓都來親臨見證，嘛做伙用發球的方式，向前要予台南的排球發光發熱。位於東區平西亞區這5面標準排球場，除了作為運動訓練甲比賽球場，嘛是學校戶外體育教學整合的空間。今年4月，中央支持之下，開2500萬動土以後，在1月29號將會正式啟用。市長吳美婷甲教育局長等這民代貴賓，攏到場見證，場面相當盛大。这个新的排球场的一个启用，我记得我今年签了一个公文很遗憾的，我们那个华中杯，没法度继续办。华中杯是我们台湾4大排球赛事。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还有一些场地，还有一些住宿，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住宿场地不好找所以有时候一些场地都是变成
香客大楼通铺呢，我们的选手外地的选手就住在那样子，那这样不好做防疫，所以几经思量后来就不得已只好华中杯缓办明年希望再办，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存了遗憾。那我们现在有4个在新建的排球场里面有4个球场，还有一个排球篮球混合的球场，总共5个球场。如果将来要应付一些大型的赛事，尤其我们台南的排球的赛事的举办都有很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发扬光大的话，将来我想台南成为排球大市应该是很有机会的。那所以说，我们很期待市府将来的经费在体育赛事上面会再更多支持。那但是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有好的场地，有好的教练，好的选手，我们一起来为排球发光发热。为了让台南成为排球大市，现在有好的场地以后，嘛有好的教练选手，所以市长吴伟铁会后嘛以鼓励生态、专门龙岗甲后甲国中等球队的优秀选手，并且甲因自拍留念，期待大家做伙努力，让台南的排球发光发热。台南新闻管制刘品言采访报道。当西市中的古迹修复要完成的同时，为了留下这份历史记忆，市府文化局特别出版一本台南西市中的专册，29号上午正式发表，邀请大家做伙来认识上大近民众的市电古迹。西市中就是台南人口中的大菜市，嘛是日本时代南台湾上大的市场，以及第一座现代化的公有市场。文化局为了留下这段市场发展历史，甲台南人共同的生活记忆，透过作者陈立秀的访谈甲记录，完成这本台南西市场。市长表示，随着古迹修复以后，这本册就是上好的导览。人共同的回忆。那这本台南西市场也绝对不仅是一本书，它也记录了许许多多我们的父子辈，还有许许多多早年台南人他共同的回忆以及共同经历的故事。在市场里面的大大小小事，不仅是论斤称两中间而已，也在随着古迹的修复之后，也成为一个不管是游人，不管是市民，不管是当地人或是外地人，他想来这边看一看回忆一下，或是想象一下当年历史现场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本书就是最好的导览。记者会中，作者透过老相片，嘛以描写西市场对1905年到今，伊的建筑甲周边环境以及人群活动甲商业行为变化，并互大家认识这个上界大近市民生活的市电古迹。藉由西市场本身历史的发展，去所谓的把台南的中正商圈跟西门商圈的一个整个发展的历程，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呈现。透过西市场发展，然后它去从它以它为中心，然后发展成一个所谓的现在的荣景的部分。那经过100年来，它是怎么样的形成的？那从这本书里面，透过一些老照片，还有一些访谈，我们可以把一些就是不是很清楚的历史的部分的环节去做一些解释，这样子。经过了解，除了歌戏、天后杨丽花甲台语歌王郭金发拢曾经伫西市场公开演出，其他也有真侪故事，拢伫这本册中，欢迎大家做伙来认识。台南新闻管制刘品言采访报道。距离12月18公投只剩最后3礼拜，立委陈廷辉对下营出发以后，每礼拜6、礼拜拢会骑铁马来宣传公投4个无同意。27礼拜2天，因骑到虎城区，嘛正式成立家族的卡拉车队，引起热烈的回响。其中议员创全甲更替人车队嘛加入场面盛大。立法委员陈廷辉用骑铁马的方式宣传公投4个无同意，铁定要过关的活动，27号来到东区举行，由议员创全服务处来出发。现场除了热心的志工车队进行宣传，嘛有3当前陪同廷辉37区370公里，
铁马型的钢铁人自行车队的加入，共同宣传公投死的无同意。东区是台南市的一个重要的都会区，人口密度特别的高，知识分子也很多。那我们希望透过骑脚踏车宣讲公投4个不同意，希望能够呼吁大家12月18号一定要出来踊跃投票，把握手中神圣的民主的一票，然后把你的想法投出来。尤其是4个不同意，台湾更美丽；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希望大家踊跃出来。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这个钢铁人这个陪我们一起骑钢铁人是我在当时候市长初选的时候骑37区370公里的时候，他们陪我一起骑的，所以今天看到他们好开心，就是好像回到当时候在3年多前大家一起，然后这个共同努力，然后奋斗，然后为了一个目标。那之前当然是为了一个希望走遍，把城乡差距拉近，看到每一个区里每一个地方。那今天不一样的是，我们希望把公投4个不同意的理念能够传递出去。所以虽然是宣导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团结在一起。这刷第5场的宣传活动，这是回来甲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的大本营。2月8号上午，伫个北区的大港寮大型宫来集合，现场吸引超过900名的民众为因来加油，包括民进党市党部主委潘新川嘛到场来关心。阮选择伫大港寮出发大港就是大船日党，而且个大兴宫就是咱台湾要大兴，就是一定爱投4个无同意公投4个无同意。阮今仔已经是第5天我们从西北3区这样一路骑到今天回到自己的选区，会觉得说特别热情，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好多的民众就开始在问我们说，你明仔载是要徛倒，你要去倒一个所在，开始会追踪，而且表示大家的热情已经慢慢出来了。其实我相信包括市党部在办一些相关活动，或是怡珍在办一些相关活动，所以我们都是担心热情，那个投票的热情，所以现在慢慢感受到的是有那个热情但是咧这个热情还是一定要持续到12月18号。今天特别从我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从大兴宫这边出发我们家是大港寮所以的参求田辉讲还有大准日干我们要把这个公投整个能量汇集起来就是要加强催票不管是到了菜市场是去咱的大街小巷咱就是要跟咱所有民众讲12月18这张票非常的重要，要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我们要4个不同意，让台湾更有利，4个不同意让台湾当行出去，所以阮会继续努力打拼，要邀请咱乡亲时代继续甲阮加油陪阮做伙拼，12月18一定爱出来投票。一行人首先向大兴宫谢父元帅来参拜，祈求国泰民安、国家安定。虽然嘛鞭炮出发。虽然天气小可落着绵绵雨，不过还是有不少的非正家族的铁马队来陪骑。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4大公投将伫12月18举行，民进党担市党部为了让民众了解4大公投对台湾未来影响，对10月底就开始举办要超过50场4个无同意公投的宣讲。现在竟是亲历各大市场甲夜市，希望遍地开花。民进党台南市党部接近邻里遍地开花，4个无同意公投宣讲活动。对10月底举办至今超过50场以上，距离12月18公投日只剩3礼拜，宣讲的活动更加进入行动战。市党部结合党公职，下午伫个下营的上帝庙展开菜篮子抢救台湾的行动，未来将侵入市场、黄昏市甲夜市进行宣讲，让更多人了解4大公投的重要性。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下营上帝庙来。宣示我们菜篮族力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民众尤其在南部上街买菜是人生的，是每天的日常。很重要的就是说，能够让菜篮族的一般民众都能够了解，那表示我们的公投的宣导有真正的落实到这个最基层，因而不是只是在做一些
浮夸的表面功夫，因为你可以看从最近的这些民调数字可以显示到，我们许多的这个民众对于公投真的了解以后，他们做出了一些选择，所以这个从民调的可以看到，反对4个不同，支持4个不同意那反对这些有一些没有道理的公投的人越来越多，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民众觉醒的一个表现。因为台南市党部到至目前为止，办过这个80几场的地方的权利说明会啦，透过这个活动，大家最近民调嘛会看啦，足无简单，伫选前遐冷的情形下，即摆不同意票已经行过同意票未来民进党因为台南市党部甲即届。这不是蓝绿的对决啦，是一个政策的说明未来阮就透过这菜篮子透过这菜篮子走菜市、黄昏市、夜市阮要进入所谓的巷战甲12月18进前投票阮会甲车队山海大造势渐渐甲这个物件举高高调，创造会赢，台湾会赢，台湾更有利。包括市长黄伟哲、议员陈秋红以及这位党公职民意代表的助理、议员参选人等，拢到场小听。现场嘛有基层的邻里志工妈妈现身小听，呼吁民众一定要出来投下4个无同意，希望对会赢出发，向前台湾绝对会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110年全会顶个月闭幕，台南市代表队总共摕下25面金牌、23面银牌、加41面铜牌，创下冠市合并以来上好的成绩。所以市府27号举办庆功宴，为了选出教练甲代表队，会中市长嘛颁发高达3600多万的奖励金，期待再创佳绩。由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体育总会联合邀请，110年全国运动会庆功餐会，27号暗时伫黄金海岸的方舟来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以及这位贵宾、民意代表拢到场祝贺。会中首先由台南市体育总会向市长来献奖，并希望112年伫台南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会用个再创更好的成绩。咱今仔日伫这全国运动会会当摕到89个金牌，迄个一金牌，我是希望看到89个金牌，但是是89个奖牌，所以讲比前一届进步到加13个，所以讲咱的112年的全国运动会是伫咱台南市咧举办，咱这选手大家加油搁加油。不然，当我奖牌来突破我100个，25面金牌，23面银牌，41面铜牌，总共29面。希望我们接下来112年，我们全台南市主办的全运会就有更多的奖牌。那么，我们今年总共发出的奖金是3672万奖金。未来我们期待这个奖金我们继续给它发下去的，我们不够再用2倍金，2倍金不够再用募款不够再用借钱的。台南市代表队伫即届全运会创下89面上好的奖牌数，为了鼓励选手，议长郭信良嘛建议调升全国运动会金牌奖励金。咱市长要讲今年奖金已经达到3600几万几块钱，甚至有进步。但是还未达到目标，今年的物资指数公调的薪水将调到4%，所以呢，照理讲，3年的奖金原来要上升，这比市长每年单项的冠军，每个冠军金牌多增加10万。
对此，市府教育局表示，台南市对110年起已经调升全运会金牌奖励金，个人项目金牌对25万调到30万，团体金牌嘛对8万调升到13万。另外，得牌选手每个月还有3000到2万块的培训金。会中由市长一一来颁发各运动种类的奖励金，予软式网球、攀船、爬船、电竞等28个单项委员会甲选手，总共高达3672万。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华德公家即个发展社区高一个特色课程，其中流行造型科透过3学合作，引进精新科技甲法国先进的医学美容，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技术。同时，伫课程当中嘛加入行销概念，培养学生的行动美容，也就是再造技能。为培养出学生将技术再咧造的能力，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伫20下年度所开设时尚行动美容实务课程，伫课堂上，互学生实际操作美容仪器设备，未来伫学习完成了后，会当真正社区做服务。我们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好，那今天呢，依照我们的就是课程课纲，好，进行我们的一个行动美容科技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从上学期，好，上一次就有做延续。那今天呢，做精进的课程，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仪器设备的使用，好，以及呢能够立即见效的一个美容效果。那可以结合我们的一些课程，好，以后运用在我们的社区，好，做一个自主学习。好，那同学们呢，在学习完了这个课程之后，好，可以到社区去做服务。好，那我们学生呢，好，在一个就是生动活泼的教学之下，好，也可以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比赛，好，精进自己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技能。确实，伫欢喜有兴趣的学习环境，学生伫技术学习顶面也更加有动力以及成就感。每做一个就感觉很有成就感，然后每些顾客做完之后可能也会很开心。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然后就会乱做啊，现在都懂了，然后就帮同学做的就好。冻龄的课程我觉得很实用，回家会想现学现卖，帮家人用一次。学校这次邀请到精新新奇公司等业界名师，教校甲学生分享护肤以及甲国际公布的科技冻龄课程，而且不只局限伫咧技术层面，伫行销经营、同款嘛纳入伫咧课程当中。目的就是希望学生未来毕业了后，会当马上甲企业接轨。那我们这次课程是针对我们的业界现在最夯的一个冻龄的逆龄课程。那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设计的课程是针对我们这个做 T 霸还有真空吸引。那这个是物理性的一种科技美容。那我觉得这个在学生里面的领域里面，这算是最高的一个科技课程哈。那这个是没有侵入性的一个无创美肌。那现在刚好学生他们也之前有延续到他们的一个。清粉刺跟那个冷热的这个导入来做保湿。那我们这次呢是采用我们法国的 T 霸，它可以让我们皮肤的活化，然后让它这1分钟大概有6000次的振奋哈，然后让皮肤能够有活络的循环的作用。那再加上我们这个真空吸引，可以让我们皮肤紧实提拉。让皮肤能够有光泽度哈，那我觉得说这种课程在我们业界里面也常常在用。那我想说，把学生在这个职场的部分哈，让他提前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让他们在这个能够接触到这么新的一个物理性的科技。那也在行销管理面，行销管理的里面，我们再做一个加强哈。华德公家时尚造型科发展特色课程优质化，让学生学习甲业界公布的科技美容以及行销概念，培养出再咧造技术能力。将行动美容服务载到各个社区当中。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2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